代替公告6月23开始要起价，除了票价包裹嘛要起，10公斤以下包裹路程300公里以内，运费是伫70块起到100块。代替嘛修改契约，未来火车5点超过10分钟就会当退票，唔免手续费。这大众运输上惊拄着万分，根据代替公区上新的旅客运输契约。若列车故障或者是毋是旅客造成的原因，致使列车慢10分钟，或者是开车时间无一定，旅客若无想要等，应伫1日内退票，免收手续费。如果是因为列车延迟，或是开车时间未定的时候，如果旅客在启程站办理退票的话，我们是可以退还实收的票价，等于是全额退票。新制会伫6月23上路过去的规定，并无特别载明应退票的慢分时间长短，所以大部分旅客拢乐观其成。如果我很赶时间，10分钟就差很多，所以万一我赶不上，我就是还有权利去退票，是很好的啊。当然是如果明确的就是有规定的话，大家可以照着契约走，这样是蛮不错的啊。为6月23开始，毋但代替票价要起，包括运费率同款也要起。运送里程1到300公里，重量10公斤以下，普通包裹收费会为70块起到100块，起的幅度差不多是43%，调幅上悬。这摆运费平均调幅差不多是36%，计效依然比市场行情较俗。但你如果我们还是要求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服务水准，那我就觉得不用调，没关系。那你如果说我们应该像我们的国民所得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，那我觉得票价应该调整。三民拢起的时代，代替公司表示，票价已经30年无起，无法度反映营运成本。即卖也推出会员服务优化2.0第一波措施，除了改善补差价换票机制，也伫点数极低的上限做调整，好乘客有更较侪优惠而且春秋的选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